大家好啦，今日我哋會一齊嚟了解下保險公司入面嘅基本架構同各個部門做啲乜。雖然我哋做中介人，平時未必會直接參與保險公司內部運作，但如果你對佢哋嘅結構有基本認識，其實對你推展業務好有幫助㗎，因為你知道邊個部門負責啲咩，就可以更快更準咁揾到解決方法。其實每間保險公司嘅架構都有少少唔同，冇一個固定模式。不過我今日介紹嘅係一個好典型、好有代表性嘅架構，幫大家理清楚市場推廣背後，其實有好多部門一齊合作先搞得掂。一、核心營運功能。一、產品開發。保險公司所有業務都係由產品開始，市場要咩，佢哋就要開發啲吸引嘅產品去應對。行內有句說話，保險係要賣出先有人買，咁所以產品唔夠吸引，市場反應就會好一般。喺香港呢個咁開放又競爭激烈嘅市場，產品開發部門要夠快、夠醒目先得。佢哋主要做3樣嘢：開發單一產品，不停創新。因為競爭對手抄得好快，有時新產品優勢可能只得幾星期、幾個月就俾人仿晒。設計產品組合，例如針對大客戶，將唔同產品包埋一齊賣，變成一套組合，咁樣市場競爭力會強好多。做產品研究，要睇自己嘅產品有冇得改進，又要睇對手做緊乜，仲要留意市場大趨勢，知道客戶潛在需要。二、客戶服務。客戶服務部就係公司對外嘅橋樑，佢哋要同客戶，包括現有同潛在，保持聯繫，答問題，俾資料，處理要求，呢啲全部都會直接影響公司形象。佢哋主要做聯絡同解答查詢，對外公共關係，例如接待客戶，提供文件，好似保單副本、改資料、車保證書等等。處理投訴，要又快又公正，有時仲要同其他部門、高層、傳媒、監管機構一齊協調。三、市場行銷及推廣。呢個部門就係公司增長嘅引擎，佢哋負責公關，建立公司形象，應付傳媒，搞記者會，出新聞稿。推廣活動，好似搞展覽，舉辦活動，派傳單。廣告，呢部分開支好大，要揾啱代理公司，揀啱媒介，例如電視、網絡，控制預算。行內有句經典，廣告費有一半係浪費咗，但唔知邊一半。贊助活動，例如贊助教育、行業活動。市場調查，持續了解市場需求變化。四、銷售部門。銷售同市場推廣好相關，有時仲會有重疊。佢哋主要負責同產品部、市場部合作，確保大家方向一致，唔會各做各。制定銷售計劃，配合培訓提升業績，監察銷售成果，睇市場變化，方便調整策略。五、核保 underwriting。呢個係風險管理嘅核心工序，簡單啲講就係揀邊啲風險要承保，點樣收費，條款點寫。人壽保險一般核保係一次過做完，之後保單唔可以亂改。一般保險係持續性嘅，可以喺續保時改條件甚至唔續。核保人主要靠公司嘅核保手冊、保費率表去做判斷。仲有目標風險 target risk， 人壽入面係好客，例如年輕健康專業人士。一般保險入面可能係高風險，例如化工廠。拒絕清單 stop list， 例如中環珠寶店偷竊險，風險太高就直接唔接。二、支援同管理功能。一、保單處理，負責製作、管理保單文件。人壽保險保單好重要，索償一定要有正本，仲可以轉讓、抵押。一般保險文件冇咁關鍵，索償時通常唔使正本。新業務一定要快、準、專業，尤其人壽保險資料準確好關鍵。二、理賠 claims， 呢個係成敗關鍵。
因為最終客戶係睇公司點樣處理索償。人壽通常係一次性，例如死亡賠償，過程要好小心。一般保險索償種類多，金額由細到大都有。兩個重點：責任保唔保得落，賠幾多？人壽一般係定額，一般保險就可能好複雜。三、再保險 reinsurance， 簡單講，保險公司都會買保險，將部分風險轉俾其他保險公司，幫助資金穩定，增加承保能力。對客戶冇直接影響，但間接確保公司有能力賠得起。四、精算 actuarial， 精算師就係用數學幫公司預測未來同計風險嘅專家。人壽睇死亡率、利息收益。一般保險例如計汽車、勞保嘅賠款準備金，仲會幫手定保費率、計負債。五、會計及投資，會計師負責財務記錄、收款、追數、付款，有時仲要幫手做投資管理，確保資金夠用又有回報。六、培訓及發展，好多前線人員會忽略呢個部門，但佢對公司長遠發展好重要。對象包括內部職員、代理人，包括培訓、實踐同教育、考資格、增知識，提供圖書館、課程，記錄學習進度。七、管控要員 control functions， 呢班係公司管治架構入面嘅關鍵角色，例如精算、財務、內審、合規、風險管理、中介人管理。中介人最常接觸嘅係負責中介人管理嗰位，佢哋要管理代理人委任，督促大家守法守規，處理轉介安排。好啦，總結一下，保險公司雖然部門多，結構複雜，但其實每個部門都有好清晰嘅角色，而且大家係互相配合先可以令業務順利推進。